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龙牛市来举办着台湾炒饭王的比赛。这个南区的初赛有45组的队伍来参加，使用这个国产米甲在地农特产品，炒出着有特色的炒饭，希望会当摕到好成绩，代表南区参加着全国的比赛。 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今年持续办理第3届台湾炒饭王的比赛，其中南区的比赛进行伫台南仁德举行，有真个料理高手来参加，要透过炒饭这个题材来比一个关键。我觉得在我们南部地区吃这个文化其实是还蛮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哈。 参加比赛的人爱用国产的稻米甲在地农特产品来做出比赛料理，希望讲会使用安尼来推广美食，要有农产文化，为料理带来农产的经济。然后把很简单的题目要把它做好，其实是不容易的。比赛有分经典组甲创意组，会使用无同款的题材来发挥，唔那比滋味更加比创意。 有参赛者利用在地食材做出台南味的炒饭，成功吊顶。饭我上面是肉末跟花生，它稍微做一些创意的料理，然后去呈现大妈咪哥的味道。在分区吊顶会使参加全国赛，唔那是争取全国性荣誉尔，嘛为台湾的美食甲农特产品开创一个新的发展空间。